1964年进入台南师专，选修美术组的陈武定，常常伫学校附近的旧册摊甲册店看册。伊发现其中暗藏的文声、笔画等杂志，心内虽产生对当时政治甲体制疑问，也有不满。政府对人民洗脑，讲台湾是自由中国，但是当时台湾并无自由，嘛毋是中国。陈武定将这款的想法藏伫心肝内，一直到入伍了后，一个无心的激动，却影响了伊的一生。1969年，陈武定来到左营海军新兵训练中心报道，进行入伍性向测验的时阵，伊真紧就将答案拢写了。煞手伊就将测验单掀在后壁面的。细心之间，伊伫纸顶面甲写“反中央、反对国民党”这8字。原本伊想讲，了后再用笔甲画画调就好啊。想袂到，竟然提早收测验单，这互伊感觉心内真担忧。陈武定知影讲测验单顶头有编号，若是要等人去查，不如自首。上加是关一礼拜禁闭尔。迄暗，伊向副局长说明代志的经过。过顿工，果然有影互人关禁闭。本来了主讲1礼拜，上济2礼拜就会使离开禁闭室。但是时间愈来愈久，陈武定心内有真歹的预感。1个月了后，禁闭室大门总算拍开，已经互人关甲头昏昏、脑顿顿的陈武定，感觉讲代志恐惊的无遐尔简单。一直到伊互人移送军事法庭审判，才发觉讲大事不妙。陈武定互人掠去左营海军的军法处。法律卷宗顶面写“叛乱”2字，一声代志真正大条。伫个看守所的期间，陈武定厝内的人、师专的老师，也有当时的含外，今仔日的太太陈玉珠等人，认为讲伊只是无心之过，为伊死计去走纵。最后，伊互人用《挺立叛乱条例》第7条，改判2年的徒刑。移送台东太原监狱，开始在家的生活。拄啊，伫个即个动画内底所看到的迄个青年，也是讲少年家，即马就坐伫我的面头前吼。啊，即马是咱的老前辈啊吼。你迄个时阵吼，写几字啊，吼啊，都因为安尼，都是即个来乱做，去互人掠去关。啊，即个过程，你迄个时阵的感受是啥物？做一个文学青年，咱安尼讲是爱艺术、爱文学的青年，伊是真敏感的。我家己感觉安尼，我对人生有期待，对社会有我的看法，对政治现状，我嘛有我的不满的所在。尤其像阮伫南部，阮会看出外省人甲本省人的
无公平的所在。这种种拢累积伫我内心，我不满。这不满伫迄个时阵爆发，因为伊一定爱找所在去发泄的啦。爱就是讲，算做讲我较歹运，我家己较歹运，我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时阵，我用这款方式，甲伊表示出来，所以造成我一世人真大的影响。其实青少年对这个社会不满，对父母嘛有一寡看法反抗的意识。这本体就是青春期的少年，因拢会有的一种，我感觉是一种成长过程当中，要找到家己，要找找家己，也是讲要找找这个未来，爱安怎行，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，我感觉少年拢会安尼，迄就是因为安尼，毋只有好听的即个乐团音乐，毋只会有文学作品，也阁有即个艺术作品，拢是伫咧迄个时阵，都是创作上有灵感的时阵吼。啊，我嘛是感觉讲，武婷老师你应该是一个足浪漫的人哦，就是因为你应该是看不哩啊侪册吼，也是讲看一寡杂志。有互你一寡影响，这个影响是会带领你去做较侪深沉的思考，才会讲是安尼，会影响到你的思想，敢是安尼？阮当时去读师专的学生吼，拢是无钱的人去读，有钱的人伊会当去读高中啊，会当去读大学啊。阮是无法度，阮厝善家，阮无行这条路，根本就无钱人读高中嘛。啊，阮一考入高中，考入师专了无偌久，阮就发现讲，阮的前途是安尼尔。我就是做小教员。阮一生大概都是属伫即个真小的范围内底。这相当程度，我就放弃师专的课业啊。我要求就是我下当毕业就好，60分互我过，我毕业就好。其他的时间。拢伫遐咧耍，看册，黑白看。啊，我逐日食饱就出去啊，出去东门医院。去东门医院边仔有一间开山古册店，逐日拢去伫遐看册。图书我袂去学校图书馆啊，我拢去迄间就是我的图书馆。图书馆内底什么册都有，啊，伫上内底角啊。有迄个文心，有笔会，自由中国，我足少看自由中国，迄对我来讲吼，伤深。我拢咧看李后写的文章，尤其李后咧骂涨价的文章，看得足爽的。所以有时啊，我会感觉讲，我去互李后害死。我知影伊是个真爱读册，啊嘛真爱画图的人，伊咧读册时代应该有真侪有家己想要去了解的答案，但是伊的迄款年代是抑个算台湾的1970年是白色恐怖的严重的年代啊，蒋介石是1974年。迄个过身来，迄个1950、1960，掠偌济政治犯，包括自由中国的雷震，所以伊有可能无意中伊看《文青》杂志啦，甚至相关的迄落伊已经拢有一寡疑问啊嘛，互伊想要有家己的想法，有伊家己的疑问，你。一个是专科师专毕业，去做兵，伫遐就是伫考卷会较正拼，空白位，写反国民党，这就是长久的疑问。结果讲，迄个年代讲安尼有做内乱做，这是真冤枉的，会使讲，因为言论就会当。去互判内乱罪吼，这是真不可思议。迄就是讲，伊有说歹运啦，歹运啦。
我想要问的，就是讲，伫个迄天考试的时阵，是安怎？即几字啊，你会甲写出来？迄个时阵，你敢你回想看觅，迄个时阵是已经是咧看啥物册，还是讲你心内底有一寡对国家的期待？我对国民党已经足反感的，我对即个中央的独裁统治嘛足反感的。伫迄个考试的时阵，迄应该毋是考试啊，迄是叫性向测验。你无咧拍分数的。我真早就写了，因两张，一张是答案卷，一张是考试题卷。这试题卷是继续咧反复咧使用的。试题卷顶面有编号，这是我会去甲自首的原因，因为一定找我会着。尾后就是拢咧迄个损害管理啊，就是为如何要挽救这项代志。我起先想我会去用关禁闭，可能关一礼拜，我认为这无啥物了不起啊。想袂到讲关禁闭真正关，我真正用叫伊关禁闭，关4礼拜。一礼拜足歹过咧，因为毋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嘛，有啥物结果嘛，关到要起笑啊。到第4礼拜，甲我叫出来，手铐铐来，甲我带出来。我去的所在是左营海军司令部的看守所嘛。我看到迄个卷宗顶面写的是叛乱2字嘛，我就知影代志大条。我唔知安尼有做叛乱啊。所以就是为着这几字啊，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武定老师伫即个坐驾的过程当中，敢有啥物人，互你印象特别深？我伫家家内底当着的人吼，有2派，一派是红的统派，像台北的陈其昌、麻豆的林书勇，这拢真优秀的人哦。林书勇伫家家内底。我只无偌久就甲我讲一句话，伊就用咧散步的时阵甲我讲：少年的，你来食2担，你爱甲这2担变做是你人生的 plus， 茫互伊变做 minus。这句话对我一生帮忙足大，这是红色的。另外一个叫做郭进顺，郭进顺几年前走去啊，伊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。伊教我日文嘛，伊用6个月的时间教我教到我会当看日本杂志。伊，互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有一遍，我甲伊讲，我甲伊问讲吼，我伫读册的时候，阮一个老师甲我讲，这个蒋介的统治合做开明专制，你认为敢对？伊拢无想，伊就讲开明不会专制。专制不可能开明，这是这个郭进顺。佮另外一个印象上深的，就是伊嘛是几年前死啊，让我伊给我一回，叫做李万忠。我伫家下内底第一遍知影这个人是啥物时阵的，有一遍吼，迄个一个人锵锵骹口，伫涂骹找的声，怎啊找过？伊伫即个行过家到的中人的时阵吼，真侪人拢探头，蛮秀，哦，真受欢迎的人，叫李万忠。李万忠伊无啥读着册，但是伊伫家下内底，伊是台独的保护者。伊伫家下内底红的吼，有一部分是部队内底遐个。比较无受到教育的迄个老兵嘛，遐人咱台湾人大家拢文心的啊，遐人有时会要来欺负这个文心的人。李万忠拢咧保护这个台独的迄个文心的，伊家己自认讲我是一个无思想的思想犯，伊真尊敬
台独者的读册人，像郭基华，伊对郭基华足保护的，伊甚至主要求要去困咱郭基华边，因为有人讲要暗时啊用电去甲郭基华的目睭插互青袂，强下安尼嘛，伊去安困做伙。伊甚至讲，伊放声讲郭基华若出代志，内底爱有人死人，伊放声甲安尼。伊关上俗的啦，会使讲所有甲伊关伫咧太原家的，迄内面几下拢判无期徒刑的，关20-30年的，拢安尼甲讲啊，讲啊，这小儿科咧，你这上细条的咧，啊你少年啊，你目睭吼较认真啊看，加去观察，加去思考者，真侪物件是你以后吼，你会创作真好的题材。啊，伊真正即马就是安尼咧做。出家了后，就开始应该是本来想讲会过新的生活，想袂到。嘛是逐工拢有人咧甲你监视，啊，迄个过程当中，你敢有感觉讲，即种生活，家己要安怎继续落去？伫家内底吼，都有人甲我讲出去了，拢有人会监视，所以这个。比互人监视是意料中的代志。啊，我嘛想袂到，讲我可以当等假册，这种意外。伫迄个山顶的学校，阮迄个时阵拢爬山，45分钟才到位，是即款的学校。啊，迄阵我和阮某已经结婚了，阮某讲捌去看我，讲安尼袂使。这个所在袂使，规年透冬拢无出日，面照皮也生菇，蠓大也生菇，安尼袂使。伊希望我调转去勘伊所做伙，我就申请调动啦。调动成功了，我就用一礼拜，逐日暗时的时间，一个老师去勘伊休息，伊的教室甲伊斗次。甲我行到一个教6年的查某老师，迄老师是一个代课老师。伊甲我讲：“陈老师，我被你害得很惨呢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被害得好惨？”伊讲：“校长吼叫伊监视我，校长叫伊监视我，条件就是讲爱含伊困，爱含伊困过，取得互相信任就对了。”我唔知影，我讲啊，我这个代志我拢唔知影，到尾暗暝消息伊才甲我讲。所以伫迄个过程当中，国家的暴力，毋那是就是甲恁压落地，毋那是甲遐个受难者，互恁感觉讲有足侪痛苦的，就算讲是监视你的人。嘛有可能是因为互压迫，才会伫迄个生活当中，才会当阁继续落去。我爱讲。这个校长是个人行为啦。其实我一世人做老师吼，我当代校长拢真好，校长拢真好，干那这个安尼尔。所以你感觉是以这个个人诶去利用伊的这个，就是国家互伊的无应该有的这种特权，伊去做这个。等于讲是相同的暴力呢，伊毋那是国家的暴力，也阁有迄个咱讲性。这个下晡来去欺负，就是女性的老师。对啊，这我就意外啊。啊，敢有讲这个老师的消息？无，我都毋捌去和伊联络啊。像阮这种人吼，袂随便交朋友。我到这了，阁有一个习惯，你若摕你的名片互我，我会第2箍地啊。等到你离开了，我就甲离掉。这是个人的习惯，保护
保护甲身躯边所有的人。安尼，咱即马拄啊好咧，咱会当来讲一下太太的故事。太太伫你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。非常重要。我认为阮太太，我其实真若有人要找我吼，一定要经过阮某。我无手机，我有啦，我有手机，但是我手机敢若对一个人开放，对阮太太开放。伊要找我，一定经过阮某，阮某较甲电话交互我听。我嘛拢甲要用我的作品合适者，讲要叫我参加活动的人讲，阮某讲好就是好，他说了算。太太上大安尼。就是讲起来讲我赖皮啊。啊，恁两个人熟识的过程当中吼，我知影讲伫咧即个资料内底嘛有看到吼，太太其实是韩妹对无？吼，是等于讲定定捌听过武定先辈一寡传奇的故事。啊嘛是伫咧心内底嘛是，我知影讲太太就是即个民族老师吼，民族老师伊其实伫咧即个学校内底嘛是足有名的，啊嘛足侪人咧甲立对无？但伊拢讲我不爱，我不爱。阮对球嘛，我是毋知啦，因为我关于一届嘛，啊我就是逐日拢伫咧研究我的艺术，逐日拢伫咧看迄落无用无用的册嘛，我白看嘛，啊。我知影有即个人，我知影伊是有咧写作。有一遍救国团，台南市救国团找我去主编因的迄阵，迄个蓝氏青年嘛，叫我去主编。啊，向人叫我去啊，因讲因的主编向人讲毋做啊，叫我去迄个补订一下嘛。去拢无过啊，无过要安怎？我只好找我的同学嘛，找我熟识的人，找过无我就开天窗啊。我就去找我即个学妹嘛，讲甲我写一篇，足欢喜的啊！伊就交一篇迄个童话故事的稿互我。这是我含伊正式第一代记者。对。啊，其他的代志大概你着爱问伊。阿某感情好啊，翁行某对。翁行某对。政党轮替以后，2000年以后，我有机会去文建会服务，来邀请伊甲因太太第一遍去参加绿岛人权园区5月17吼，迄个政治犯的第一遍倒转去火烧岛的时节，啊，其中画家有袂少，啊，毋过有几个毋是年纪真大，就是有的已经过身啊。啊，其中阮发现了讲，哇，迄阵陈武定嘛才超60岁啊，尔，哇，伊正值他的创作来讲，伊拄好迄个相当有够难。我走去新营去找伊，啊，迄天去遐看伊的图，啊，甲迄个知影伊拄好有准备，想要开始伫咧政党轮替。以后吼，要来甲真侪伊伫坐落的时所看到、所听到、伊所读到的册的一寡，甲具体甲画出来。哇！伊画出来真侪图，阮马上把伊放伫咧总统府展览，啊，过来伫咧即个绿岛人权园区展览，啊，伊也受了真大的鼓舞。伊是上好的一个人权园区的宣传。甲政治受难者的现身说法，伊徛出来会当吸引更较侪人出来，啊，所以迄阵有几啊遍的展览是我帮伊，迄个伊的，我是客串的，迄我毋是你的迄个策展人，啊，伊讲你就是你替我做人的工课，啊，毋过我感觉阮迄阵下一寡合作非常。大家非常爽快。
朱老师，咱请来礼拜来到顶来开讲。今日真欢喜吼，因为拄仔听到武定老师讲到即个伊一心上爱的女性吼，就是嘛是伊的学妹吼，咱的即个玉珠老师吼，嘛真欢喜到顶来开讲吼。啊，伫咧恁的即个人生的即个故事内底吼，武定老师一开始伫咧青春漂泊的迄几年啊吼，写几年啊字，结果都因为安尼去互判刑吼啊，入去坐监吼，出来了后，迄个时阵嘛是因为有玉珠老师甲伊鼓励，你是安怎个开始改的？伊毕业了，毕业出去啊，阮伫学校开学，雄雄听着老师讲，你们那个学长陈武正出事了。阮听着讲是啥物代志呢？哪会安尼吼？老师也嘛毋知影讲到底情形是安怎，就是军阀甲掠起来嘛。阮就想讲，伊无可能有出啥物代志嘛，杀人放火这拢袂晓啊吼，足乖的囡仔，画图尔，他有啥物通足怪嘛？所以老师会带阮讲要去甲探望啦吼，要去声援安尼吼，但是尾也拢无效啊，无效到尾老师就甲阮讲。人来调查，拢调查较好，调查较变叫，拢该问拢问了啊，就无代志，就叫阮点点啦，点点就大概就学校嘛无法互阮讲啊，袂使讲啊，到适当后我嘛毕业啊，毕业了，隔当我较听到阮同学咧讲，迄个陈武正宏关了转来啊，2当关了转来，转来咧创啥？伫一间册店咧做店员。阮就听着感觉讲，足毋甘呢。你应该会当去做老师教册，是去咧做店员吼。阮就无管安怎，也先来看伊啦吼，来甲安慰一下。所以阮就去册店遐找伊看伊。看伊了，阮同学就先转去啊，伊要陪我行去阮阿舅的厝遐送我转去。伫路上我就一直甲问讲，你还有咧画无？因为我上关心的就是画图的代志嘛。伊甲我讲颜料拢打去啊，无得画啊。我就听一个，我就同我咧也讲啊，我讲你会使无画？你画了上好，你有比我较会画，你画了上好，你才会使无搁画吼。伊尾甲我讲伊迄阵听我甲假讲爱搁画，伊足气的，都袂当画，都环境都。无允准伊搁画，伊都无迄个心情通画，伊也毋敢画，伊也讲我搁画啥物画，人搁甲我讲你思想有问题咧吼，要甲你徛咧，所以伊都毋敢画。我是踮直来讲，伊讲吼，伊若像一个空喙伫遐，搭一个膏药，我为膏药甲拆开，搁搭站，搁站伊个空喙，互伊感觉足艰苦的。尾吼，伊是讲，伊较想讲，即个足单纯的学妹吼。可能就是有若是纯粹是足爱画图的啦，所以会安尼讲啦吼。所以伊就感觉讲较无兴趣啊。伊就问我讲，可不可以写信给你啦？我就感觉好啊。写批好啊，咱反正咱爱写文章的人写一张，写批他有啥物？我对写情书这个代志我足有信心的。我嘛无感觉讲伊要写情书了，我想伊要写批互我。那我有。郑老师，师傅你好，我是朱梅。今仔日真欢喜来到你的画室。欢迎你来。刚才当甲阮介绍一下，即马遮有啥物作品？这个作品叫做《消失的家人》。这批作品会使讲，互我的看我图的人上简单会当接受，而且我感觉讲，这个物件表现了真特别，真有力量。像讲，这个就是家庭内底一对幸福的翁仔某爱因囝，
这是结婚的纪念日，吼，穿足水的，大家来翕相。这妈妈头壳顶阁有插花，吼，大家伫厝里来做翕相。这批作品2张一套，2张一件，可能画一支手，手中断一空，就是讲，这个人无去啊，互掠去啊。啊，出现的时阵伫地，出现的时阵是家人。迄个家人讲铺起来，是互人用烟线更空，足侪人做伙绑做伙安尼。即个消失的家人，为别人，为我家己，我嘛是对阮兜消失的啊！我互掠去，我去做兵，就互判2档，就去做政治犯。阮嘛有一个。阮兜虽然散车懵散车，我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嘛有爸爸，我嘛有妈妈，有哥哥，有姐姐，有弟弟妹妹。我有一个真完整的家庭，但是我互掠去。老师，你在创作的时阵，拢伫咧想啥物？艺术工作者基本上一开始一出发就是我就是一个艺术创作者。艺术创作者伊有工具，伊有材料，过来伊要创啥？伊要想伊要做啥物物件，伊要创造啥物物件，吼，像讲有的人专门画风景，有的人专门画裸女。对我来讲，我有一个真方便的物件，真适合我用，就是我。做政治犯的经验，我伫监狱内底所看的，我会经过，我互掠去的时候，我的爸母安怎？我出来了，我互安怎对待？我伫内底我看到啥个？我听到啥个？这是我一直这改验了这20-30档我的创作的中心，就是我的经验。我做一个政治犯，我的经验。迄是不得已的，我嘛是甲伊讲，你有这个题材，你有这个经验，你会晓画图，你要画，你当然就是表现你心内所想，你想要甲表现出来，上方便的题材嘛。有朋友来就甲讲，母定啊，你毋通阁画这啊啦，这拢足痛苦的代志吼，你要看得开啦，要走出来啦。我是甲伊讲哦，伊若画这无要叫伊画啥吼，伊上好表现就是这嘛。我嘛是甲伊讲，你会晓画，别人会晓画，但是无迄个经验。你有这个经验，别人有经验袂晓画，所以我感觉你这是迄个，伊讲爸甲你找到的，叫你着爱叫你着爱做这。我嘛甲讲，无是安怎人别人迄个。犯着即条吼，上少都7档啊，7档，甲你判2档，2档就袂输叫你去遐见识一下，互你去看。所以转来伊开始咧画即类的时阵吼，其实我会感觉讲，其实伊是足痛苦的，因为伊咧想这个题材的时阵，伊坐踮遐，规部大家拢咧构想、咧构思。我咧甲讲啥吼，我行过来讲啥吼。拢无用，拢袂用，伊都头壳都无伫遐，拢咧想遐尔。所以有时我讲，我有甲你讲啊，伊讲，我毋知影。但是我感觉伊画出来了吼，迄种情绪就甲放出来啊。伊放出来，佫会当替别人甲因的心声讲出来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是种一种责任啊，责任。精神好去啊，爱要甲设备。2007年的时，有机会伫咧中正纪念堂内面，就是咱讲的臭头仔庙内面，本来拢伫咧介绍迄个总统讲功，甲伊的什么2台乌头仔车，什么这迄落，尾也是伫咧遐会当展览出来讲，伊安怎掠人，判决书，陈武定是第一个。甲伊
判决书、公文书，规个甲登录 copy 起来了后，放入去伊的邮画内面的。伫咧即个转型正义内面，迄艺术界吼，有画家敢把这一些真实的历史档案、历史档案哦，迄档案顶悬的判决文，甲样入去，融入迄个伊个邮画内面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震撼。伊进前吼，228国家纪念馆有邀请伊去展览。我迄阵嘛一直感觉讲，咱伫迄种场所本来就是迄种气氛。啊，这个作品若会当去甲中正庙去看迄个恶魔面对面甲呛，我感觉安尼会迄个冲击力阁愈大。有即种想法的人，毋是敢若我安尼想。明霞先生嘛会讲啊，陈文成基金会的执行长龙山嘛是会讲啊，但是伊迄阵讲，佫无想着讲会放入比较内底。龙山是讲，甲陈老师的作品吼，拢摕去摆在迄个中正庙的外口围墙，围墙啊，甲拢甲摆的，安尼甲摆起来，甲抗议安尼。伊讲会当安尼，伊就感觉足满足安尼。我是感觉讲。入去内底甲垫较要紧，规间甲拢甲包起嘛无要紧啊。结果呢，即个愿望无偌久煞真正来啊，有即个机会来啊。文化部长就已经有准备要做转型正义嘛，所以尾因就是有规划好，就来叫伊甲作品拢款的，佮款较愈侪。尾阮会发现讲，来看的人，一种是普通的观众，因来看到真相。有个人来讲，有即个代志安尼吼，伊较当了解。一种人就是讲，迄个政治受难者迄个前辈，因一世人都无爱行入去中正堂啊，迄个恶魔的庙，因无爱行入去。但是为着即个展览是去咧甲对呛的，所以因足欢喜行入去甲看，行入去看讲，阮徛即个作品遮，我咧甲你对呛。我会感觉到，因来去看展览吼。伊若是会感觉安慰，因为伊伫古早的时阵，因咧受咱秘书是足见效的代志，拢毋敢讲。你即摆有人会当替因讲出来，互因会当讲知影讲，因咧受咱是不得已的，迄毋是见效的代志，是害人的，才是见效。咱要要求害人的出来，咱要要求因道歉，咱要要求历史对遐个。害人的人爱制裁，安尼因毋但会当有受到安慰，所以这个作品慢慢就是讲帮助因，甲因的心声有哪讲出来。有一个28互人害死的医生，后台去看我的展览的时阵，伊讲一句话啦，伊讲这个代志，若是文学者。艺术家徛出来讨论的时阵，这个代志就有希望。可见，阮艺术工作者对这个题材的关心，互因感觉真安慰。上少因会感觉讲，小可有希望。是安怎？我会想要出去2礼拜，上少2礼拜，我一定爱出去，因为我处理的题材是一种足沉重、足悲惨的题材。我伫我的工作室内底做这款物件，逐日拢是真沉重。伫这个
沉重的心情，即个真黑暗的气氛内底，我认为这足无卫生的，对人的心理、对人的身体，拢是一种无卫生的代志。所以我拢会强迫我家己离开我的工作环境，离开这个沉重悲惨的地幕，去外口，去过野外的生活，较搁转来面对这个我上重要的题材。这边出去拢3日2暝啦。啊，出日头仔开始无一定画鱼港，啊尾啊感觉讲，咱定一个主题，我讲头仔去画布袋港啥物较近的遮吼，啊尾感觉讲，台湾的鱼港敢毋若遮嘛吼，足济，啊所以就去查个名单，啊查了讲哦，安尼现济鱼港咱来逐位都来甲画，啊就开始一位一位直来找，即摆看天有山有海有土地。虽然讲这是一种我讲的较无要紧的题材，吼，无紧的题材，无营养的题材，但是对我来讲是一种真重要的物件。啊，我去为台湾，这嘛是一种爱台湾的方式，我去为台湾。咱拄仔伫个影片内底所看到两位老师去讲吼爱画图，啊，这应该是恁的创作的日常吼，嘛是透过即个艺术的创作，豆豆仔来吼面对过去的即种咱讲悲伤，也是讲生命内底无法度去避免的即个咱讲痛苦吼。啊，伫个即个过程当中，敢袂使讲看卖，咱讲艺术本身吼，因为真侪的即个政治受难者，也是讲伊的家属会透过文字的创作，也是讲艺术的创作来去表达吼因的即个过去，因的即个悲伤的即个历史。恁感觉讲伊的意义是啥物？我会感觉吼。咱本来对艺术创作就较有兴趣，但是你若是无一个目标伫遐，还是讲你纯粹安尼画，还是纯粹安尼写，无啥物主题，有一节你会感觉讲无啥物意义。但是你若有发现着讲，咱有一个主题伫遐，用艺术、用文学来甲表现出来，伊会当个引起愈侪人的共鸣，会当甲足侪代志的真相，用艺术甲文学的手法，甲伊展出来。我感觉安尼对社会有一种贡献，啊，对家己的心灵的开放嘛较好啊。你会当讲，我这是有目的，我甲做出来，毋是迄个疗愈，这是要安怎疗愈？就是你爱有迄个目的出来。所以我感觉用艺术、用文学。这来讲，这拢是真正的疗愈啦。这是一个真沉重的题材。逐日拢伫迄个沉重的心境内底，咧制作即款沉重的形影。所以阮两个吼，差不多让一礼拜，阮爱想办法，阮爱离开阮的创作环境。阮两个会出去写线，我拢开阮录影车，两个阿某出去三工、2工安尼转来，较搁继续，安尼较卫生。有影，就是爱有一寡心境的转换。而且做一个出角的政治员，我拢认为讲，我爱做一个真正派。
真有尊严的人。袂当互人感觉讲，即个人真黑暗，真伫一个黑影内底。所以我出去佚佗，开车出去佚佗，佚佗互人看。我想要问恁一个问题吼，就是讲疼，心肝内底咱的迄个疼，就深沉的即个疼，伊敢是有法度真正去处理，还是讲即个疼的代志，咱有法度用啥物方法去重新去面对？我认为这个代志对个人来讲，对家庭来讲是无法度化解。社会可能有法度和解啦，但是个人无好解是一种尊严，我认为安尼。这就互阮这种怨恨，互阮这种不愿，就随我们去吧。不可能原谅，不可能原谅。这就阮的人生就是安尼嘛，就互阮不愿嘛，无要阁要求阮安怎？社会自然会向前行嘛。阮的下一代嘛，无像阮讲怨恨遐重啊。因的朋友嘛是五色人拢有啊，因为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人生啊，因有因的人生啊。我已经歹运去碰到这个代志，我就是安尼嘛，let it be。武定老师吼，玉珠老师吼，其实是透过恁的艺术创作，恁伫个个人的展出，都是想办法甲即个过去的悲伤，咱来共生。但是我感觉恁的创作会互咱的社会，无论讲是少年世代，也是讲对即个历史抑阁无了解的即寡公众吼，会当有即个机会，我感觉是放下政治。爱心、理解，你若是无理解历史，你要讲啥物放下？你若是毋知影过去发生啥物代志，要安怎讲和解？今仔日吼，真感谢两位老师吼，互咱吼会透过恁的即个人生的故事，互咱知影讲，咱要安怎吼，透过艺术，吼甲过去的咱即个台湾吼，即个白色恐怖还是你去捌的即个疼吼，爱会当共同来。斗阵共生落去，今仔日真欢喜吼，嘛真感谢两位老师来到咱的现场，来甲大家做分享，感谢您，感谢。伫1979年的台湾。一位来自马来西亚个性纯良的球星，无因地段互牵连入去叛乱事件。伫学校的路边，伊就真挚能源的乌头仔车，一路驶入去12栋冤家，互伊的人生规做害了了。伊互糟蹋落地一生，敢阁有机会得到救赎。